好啊，好，大家好啊，咁即刻翻到嚟呢個 EP2啊，係啦，咁就有啲咩嚟噶？係冇嘢嘅，繼續啊。蝙蝠 hello 又係你，又見到蝙蝠啦，係啦，踩上跳舞，好啦，咁繼續啦。應該哇咩事呢度？睇嚟真係沉咗船啦，咁就點算呢？希望入邊有啲啱我哋用嘅嘢啦。釀造台係冇藥水嘅，好遺憾啊。係啦，希望入邊有啲箱子入邊，我冇錯啦。主線劇情一有 CD，主線劇情一又再睇下先。我行到一半，竟然俾乜嘢撲到腳，差啲跌低。仔細一睇，居然係一個人男子。哎呀，個頭好痛啊！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點解咁暗呢？係啦，我依家就扮啦。好啦，男子呢個聲音就會低沉啲。哦，船底撞到岩石就嚟沉啦，好多次俾都壞啦。男子好驚訝咁跳起，咩話？撞到岩石？原來啱先搖得咁勁，當我撞到個頭幾都暈咗，係咪因為船艙出咗問題啊？男子思索咗一下，有啲愧疚咁樣望住我。對唔住，我有一時之間有啲混亂。我叫做犬良，係一艘船嘅員工，職業係走步兼機械維修員。所以而家嘅狀況可唔可以逃出去呢？係啦，係咁讀，哈哈，繼續啊！我嘅結瑞係旅客，目前嘅狀況都唔係好樂觀，所以去甲板嘅路都封死咗啦。既然你係維修員，我只有辦法啩。犬良仔細咁分析一下目前嘅狀況，我諗而家唯一嘅辦法就係到達交誼廳，然後打破強化玻璃向上走。畢竟其他鐵門都好難破壞，玻璃係最容易突破嘅地方。咩事？呢個係控制室嘅鎖匙，可以開啟 B 一層嘅閘門，即係餐廳通過交誼廳嘅閘門，好大風險。係啦，雖然可以開啟同一層嘅所有閘門，我讀得快啲啦，希望佢阻到大家時間睇下呢個 Minecraft 嘅生存。唔係唔係，呢個係逃離嘅地圖。係啦，可以開啟同一層嘅所有閘門，但係同時亦都開啟同一層嘅對外通風口。B 一層嘅餐廳有對上嘅通風口，依照目前嘅狀況，所有由通風口灌入，然之後把餐廳灌滿。交誼廳有冇辦法將閘門重新關？1分鐘。好啦，哇，好難喎、真係用鎖匙啟動控制室嘅 B 一閘門之後，交誼廳。好啦，咁準備一下先啦，好暗啊，可以校翻光啲啊，有啲恐怖啊，亮度係加50%。好，交誼廳，旅客休息室。好啦，希望可以夠時間咁樣衝上嚟啦。好啦，嚟啦，我哋如果死咗就冇辦法啦。準備，衝啊！衝啊！咦，咩事啊？放快把餐廳方向嘅閘，上方係強化玻璃。
哎呀，睇下先啊，甲板似乎都漏咗水啦。緊急用嘅閘門控制裝置刪得好嘢，彈咗本書出嚟啦。係啦，咁就咩嚟嘅呢？主線劇情二成功咗啦！我仲以為我會被浸死，唔係，仲未逃出去呢。巨塊玻璃冇可能手打嘅。吓，我打爛咗喎，點算啊？啊，好危險啊！有冇辦法入到去工具室呢？嗯嗯，10號房，希望可以成功入到去。而希望入邊亦都有鎖匙啦。我豁出啦！呀！我要成功啊！好，成功啦！好，有一個梯子，上面又會唔會有鎖匙呢？之類嗰啲物體？唉，係冇嘅，好遺憾。好想作弊，但係對地圖製作嗰個地圖製作主係好唔公平啊！啊，船務人員 ID 卡唔會係 CD 啩？啊，係喎，真係 CD 喎！咩聲？唔通成功咗？係啦，行錯路嘅係。工具室開咗啦，終於。原來真係 CD。快啲啦啊！要成功啊！哎呀，冇氣啦，冇氣啦，冇氣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咁呢就衝啊！好嘢，打爛咗啦！睇到我成功咗啦！耶耶，成功咗啦！啊，終於好開心啊！係啦，咁呢一集都完啦。好啦，咁下一集就睇埋呢一個室啦。好啦，拜拜。